把我丢进黑暗，我会带来光。道路太过艰难，我在你身旁。我所有做的说的，你不必理解。I'm the chosen one， 这一切自然扛着我的肩。什么原则全都被我打破， No matter I'm an android。看你那恢复夜空，晃动在巡夜中 ，You know I'm a tough boy。咖啡师的原则全都被我打破， No matter I'm an android。看你那恢复夜空，晃动在巡夜中 ，You know I'm a tough boy。Straight up, I'm the straight up, I'm the chosen one, I'm the chosen. 只有赢下天选，才能打破边境的困境，不是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他们不会让我当天选者的，所以我要找元一合作。我要借他的力量，和整个堡垒斗一斗。这是在向我传话了。我听到，你就不怕他们也听到吗？一起战斗到底吧！拿出边境军的本事来，镇住联邦那群废物！是。正面挑战，精神可嘉。文熙，终点就在这条路的尽头，希望你准备好了。上校，3号出现在我们车厢外侧。这么多男人被你搞得热血沸腾啊，少校小姐！难怪3人联手都打不过我，毕竟混进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废物。我是来……任务归属已定，你重复调兵是要破坏行动吗？剩余的那个任务谁来负责？边境部队果然死脑筋啊！我是来谈合作的。合作？局长其实说的对，元一很难抓，合作才有机会。我呢需要你的战斗力，你呢需要更多的军事资源，我们可以合作共赢吗？如何？心动了？主校，边境的怎么说？肯帮忙吗？蠢货，他这是肯帮我的样子吗？他不合作，那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通知前方部队放边境部队与元一战斗，等我命令，在合围绞杀边境部队，有气为气。是。那元一呢？忽略元一。明白。 6分钟后，部队即将到达目标点，请做好作战。啊！6分钟后，部队即将到达目标点，请做好作战准备。 即
即将飞离管道，各单位请。你们是在找我吗？别想跑！自救还是抓我，选一个吧。什么？2分钟后，部队即将到达目标点，请做好作战准备。全体飞行准备下降。紧急回避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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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明将，你是不是根本不打算抓元一呀？先生，抓捕元一必然是头号军务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我还活着，说明他们不知道。我还活着，说明他们不知道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我喜欢这些表情。你肯定在想，绝密通信是通过神经网络传输的，怎么还会被截获？用公民芯片啊，这都猜不到。除了截获神经信号，通过芯片我们能做到的远不止于此。吓傻了吧？明将，你的淡定哪儿去了？你不是很聪明、很铁血吗？哎呀，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！不枉我等了那么久。明将，我们知道你同情魏晋，也知道你在暗中调查当年的边境惨案。我知道你所有秘密，所有的计划，但是我真是舍不得戳穿你啊，因为太有意思了，知道吗？你这么多年每天暗中经营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斗智斗勇，你的奋斗史就是全世界最好看的真人秀。不过也挺可怜的，作为一个演员，你都没发觉你这半辈子只是一场戏。我随时可以结束这场戏，你这一生注定是徒劳的。元帅，母亲，母亲，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？不生气了？我看你刚刚好像生气了。没有。真没有？属下刚刚……蝴蝶，真名胡叶，你的同乡第5下的母亲。你们少时结伴来堡垒避难，植入黑市芯片，获得公民身份，并双双参军，成长为优秀军人。其后你在天选中落败，而蝴蝶接受系统匹配，和天选者诞下一子。不久后，蝴蝶因事故意外成为植物人。你先后痛失天选和爱人，遂专注军务，官至元帅。你经历特殊，对堡垒极弊又深有体会，于是暗中筹谋针对李联邦的反抗计划。是不是以为没人知道这些啊？对，你的确有一部分人生不在数据中，甚至你连身份都是假的。但是只要你植入芯片，走到灯塔光辉下，你再隐秘的往事都会被推演出来。你们……哎，还没完呢。刚刚都是些往事，我们再说说你筹备多年的计划吧。你想揭露边境惨案的真相，联合公民对抗李联邦，你还细心栽培天选候补，以期赢得未来天选者的支持。表面对你不服的3号，其实是你私下的得意弟子，甚至跟你没有实际来往的魏庆也与你志同道合。而我们派去监视你的第5下，甚至被你用伟大的父爱感化了，成了你的双面间谍。今天灯塔通讯局局长都跟你结盟了，万事俱备呀！你是不是以为你胜利在望了？醒醒吧，你能做到这些，是因为我允许你做。你想收服我？哎，说对了，就凭你绑架了胡叶吗？绑架？母亲，绑架？你在侮辱我，还是在侮辱你自己？所有植入芯片的公民都是我绳套下的狗，主人需要绑架自己的狗吗？你想让我也做你的狗？没错，因为你没法用芯片控制我。没错，
因为你控制不了拥有强大元能量的人。没错。所以3号也不会被你控制。没错。那么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啊？什么情况？你说你知道我所有的秘密，但看来还是漏掉了一截。真的吗？厉害了！来，说说看。我知道你就在世界大会的现场。啊？现在看来，我唯一有用的成就，就是意外查到了你的身份。人类部队都被调离追捕元一，我一声令下，议会中心便会唾手可得。我再召回3号候补协同我抓捕你，谁能挡住我们？到时候你这个狗主人沦为人质，你猜你的狗会怎么对你？这是同归于尽啊！你不给自己和胡叶留退路了吗？胡叶跟我都不需要退路。哦，倒是有点低估你了。能谈吗？能。只要李联邦公开自己的存在，恢复灯塔独立就能谈。这么狠呐！哼，我想想啊，怎么办好呢？你刚才说要带3号候补来斩首，行，来，我帮你联系3号，叫他来。3号等候指示。元帅，人叫来了，下令吧。3号，我是名将。3号，收到，请回答。直接下令啊，犹豫什么呢？3号，说话。没想到吧？喜剧要变悲剧了。3号听令，到，立即着手全歼边境部队，消灭卫青。是。你怎么还不挂断？元帅，投降吧。他也讲义气啊。元帅，那你投降吗？3号什么时候被你们渗透的？渗透3号的人是你，不是我们。3号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人。注意，这里的一开始是说他生命的最开始。什么？简单说，除了1号卫沁之外的这一届所有天选候补都是我们一手培育的，他们的全部信息、家庭出身都是我们设计的，他们的生死、行为都是我们控制。是啊，你苦心孤诣30年，谋划了一场大行动，但李联邦已经准备了上百年了，这是何等的决心和执行力啊！就凭你那儿戏阴谋，怎么可能撼动我们呢？明白了。如果不是有天宫威慑，怕天选者干预，你们已经统治人类了。愚蠢！天选者的力量早就超出联邦掌控。你能保证以后的天选者还有人性吗？啊？人类自治是解救人类唯一的道路。名将，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放弃反抗，全心全意为李联邦做事；二，继续反抗，向公众曝光李联邦，挑起纷争。如果你选后者，我就只好冒险用灯塔强制改写公民思维，包括胡叶和第5项。我会让他们认定你是最肮脏、最丑陋、最下流、卑贱的罪犯。我会让你的人生、你存在的意义都化为乌有。名将，2条路，选一个吧。
每天过的是生活热，隔绝在乱世之中活着，不愿意让人岁月蹉跎，从不畏惧困难，从不害怕挫折，大都要面对，已经没时间流泪。知道结局的时候，也从没想过会后悔，从来都不会去违背天选的规则，运气和勇气一直在配合，不去想会吃多少的亏，让自己后悔才是最大的罪过，让我拯救世界这是天意，难为的生命无数陷阱，开启一眼我要开始飞行，可这是当无处不在的危险，等待不一定能够带来光明，天选不一定只是能够无情，未知的恐惧来自天空，成为希望从不愿服从的命，终于幸福在长大以后。